台南市會國民黨團日前到處針對致癌毒油的食安事件召開記者會，除了要求市府甲中央徹底清查問題油品流向，避免民眾恐慌。29號議會開議頭一天，嘛確定第30號安排相關局處進行規工的專案報告，提出查客、稽查以及後續的追蹤把關。及市長敢愛劣勢，意外成為攻防的焦點。我是感覺市長愛來呢。我講什麼原因呢？咱台南市大概電視報紙看出來，咱都無抓到什麼食品安全的問題。本蘇丹的話，共款，人攏無，甚至咱這屆毒油，咱衛生局根本無迄個檢查能力。這麼重要的代志，你無要來哦？政府逼咱食毒油。佮甲咱講，啊啦，講我無逼你吃，我無叫你吃，啊你免來聽，你免來解說，你免來了解哦。你完全對這個攏袂感覺沒有一點感覺嗎？明仔載食安報告內面，你是上個重要的呢。護士長開啦，叫別人開啦。是，但是他完全沒有關心，所以他明天必須要來聽。你去調！你現在如果要說謊，我明天絕對不會讓你好過。沒有。規工大家討論，你叫副市長來認識了解，到這件代志攏講了，其實你來聽到遮濟聲音嘛是好的啦。啊，看你什麼時間會當入來，你講一下。就是明仔載咧買花是一定可能是1點開始嘛。嘿。我2點以前入來好。2點以前入來，好。在下午我們要做總結論的時候，請市長進來列席，這樣好不好？面對油品致癌的重大食品安全危機，尤其是牽涉學生營養午餐的健康風險，讓議員相當煩惱。強調食品安全絕對無妥協的空間，所有資訊一定要公開透明。台南新聞，阮子林英光採訪報道。